手抱合同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体，同老一样，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。2点合同，同和，抱起合同，能闭眼罗。3点左手属善当在外，右手属恶居内边，子亥相掐怀中抱，能托久，大大节关。4点现在让我们引用圣经之语句，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，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，但是使徒们责备那些人。耶稣说：“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，